韓國嘅影壇大事當然少得韓國條天王阿 Rain 嘅啦，但係每日仲頒咗個海外人氣獎俾佢添啊！佢當年嘅着到靚靚正裝去出席啊，不過咧佢就同記者講話，覺得自己嗰日嘅眼睛最靚喎。韓國影壇正式第44屆大鐘獎頒獎禮，4月8號首爾世貿會結束。首先要恭喜各位得獎單位，雖然神落住雨，但係絕對冇影響到所有來賓嘅心情啊！首先出場嘅就有安永基老師同埋金英，佢哋負責頒發最佳男新人獎俾小朋友裝扮嘅柳德煥，同埋最佳導演獎俾 Mr. Robin 追求你嘅金雙友。跟住就開始派對嘅表演時間啦。要俾佢食下，一嚿仔咯。佢鍥而不捨，不停咁狂追猛打你。一步一步越行越埋，逼近你。妹喂食㗎！哎呀，小心你軟埋埋。中意地球嘅動畫，希亞太同艾薇就擔任表演嘉賓。睇下邊有冇人食咗嘢？食咗啦。Hello？係。哦，係咯，紫紅，即係佢啲血管就紅，現晒啲血管紅色出嚟啦，然之後咧就黑咗咁樣咯，就。Actually 咧，其實我係唔夠6個鐘就要俾佢食啦，因為咧通常佢5個鐘到咧，咁咧佢就會開始好高燒咯，咁我就差唔多早，可能有時早半個鐘啊咁樣，咁就即刻可以止到佢唔會再俾你捉佢。咩話？成個食晒，唔好意思。會㗎，佢會燒到咧，個人咧直情係唔喐。我唔聽唔到你講嘅。唔會退到去譬如話100度咁樣咯。都好。有啲厚度咯。咁佢就會慢慢退晒咯。